同我哋簡介翻舊年嘅工作啦，同埋來年嘅計劃嘅。而家將時間交俾處長。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龍年將至，我同消防處管理團隊喺度先預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如意吉祥。過去一年，雖然疫情已經漸退，社會復常，但係消防處仍然要面對唔少新嘅挑戰。消防處人員喺2月首次以香港特區救援隊嘅身份參與咗土耳其地震嘅救援工作。3月應付尖沙咀中間道地盤嘅4級大火。9月又處理咗超強颱風蘇拉同埋世紀暴雨造成嘅多宗事故。喺上個月19號，消防員邱耀文更加喺竹篙灣執勤嘅時候不幸離世，痛失呢位盡忠職守嘅同事。消防處上下都感到非常難過同埋惋惜。不過，無論任何艱巨嘅任務，我哋都一如以往全力以赴。年內我哋以結果為目標，全力推進各項範疇工作，並且已經達成施政報告裏面喺2023年相關嘅績系指標。我哋喺維護國家安全、加強與內地同海外嘅聯絡、應用新科技、提高社會嘅應急準備能力，以及提升青少年嘅守法意識等等多方面嘅工作都有所進展。嚟緊，我會回顧消防處過去一年嘅主要工作，亦藉此機會向大家介紹來年我哋嘅工作重點。喺滅火救援工作方面，消防處去年總共處理咗36,103宗火警召喚，較2022年上升咗3.8%，其中9宗係3級或以上嘅火警，比起前年增加咗4宗。當中樓宇火警召喚一共有32,497宗，比起2022年增加咗4.5%。其中93.8%嘅召喚喺規定嘅時間裏邊處理到，比服務承諾高出1.3%。較為矚目嘅火警喺3月份尖沙咀中間道地盤嘅4級火。事後消防處巡查咗全港各個建築地盤高度超過咗30米嘅樓宇，又加強咗建築工地消防安全嘅宣傳工作，並且與業界合作，落實咗提升建築工地安全嘅措施。特別服務召喚方面，去年一共有40,763宗，比起2022年上升咗15.4%。其中較為矚目嘅係去年9月，香港出現500年一遇嘅特大暴雨，期間消防處總共接獲咗800多宗特別服務嘅召喚，較平日多出2.5倍。為咗應付大量嘅求助個案，消防處迅速將戒備級別提升至全體人員緊急戒備。暴雨過後，消防處協助善後工作，務求盡快令市面回復正常。我哋出動咗潛水員、消防車輛及工具清理積水同埋港鐵管道裏邊嘅阻塞物。又將物資運送俾因為道路被封而受影響嘅石澳居民，並且搭建咗臨時嘅浮橋，俾過百萬居民能夠登上救援船撤離。去年2月，土耳其發生7.8級地震，特區政府派出59人嘅救援隊前往當地協助救援，成功救出4名幸存者。救援隊嘅努力克服咗當地種種惡劣嘅環境，表現專業同埋堅毅，而家屬同後勤同事嘅全力支持，亦有助呢次任務順利完成。另一方面，呢一次行動亦為我哋嘅救援隊帶嚟咗好多寶貴嘅國際救援經驗。此外，去年8月，消防處成立咗公路及鐵路拯救專隊，務求以更專門嘅技術同埋更高嘅效率處理喺公路同埋鐵路發生嘅交通意外。
喺防火規範工作方面，消防處繼續會用多管齊下，以減低火警風險，改善消防安全。去年消防處總共進行咗456168次巡查，當中一共發出咗9075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並作出咗1471次檢控。而針對樓宇消防裝置及設備嘅維修保養情況，一共進行咗282842次巡查，佔整體嘅巡查數目62%。為咗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動，消防處喺去年一共進行咗超過1200次嘅巡查，以及24次跨部門嘅執法行動，合共檢獲接近50萬嘅公升嘅燃油，並就當中211項控罪提出檢控。除咗嚴厲執法之外，消防處亦完成咗多個公營房屋項目嘅消防裝置及設備驗收工作，當中包括葵涌嘅麗祖路新公屋，以及鑽石山嘅啟祥苑、啟鑽苑，以確保呢啲項目嘅安全符合消防規定。另一方面，新修訂嘅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已經落實，以便利市民自行喺家居設置手提滅火裝置。為咗係咁樣，消防處利用咗流動應用程式，幫助市民辨別認可手提滅火設備。此外，我哋更加向舊樓嘅住戶，特別係中西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同埋九龍城區嘅三無大廈住戶，送出超過3300套防火三寶，即係滅火筒、滅火氈同埋獨立火警偵測器，協助佢哋提升家居嘅消防安全。喺危險品管制方面，新修訂嘅危險品條例24個月嘅過渡期將於今年3月30號屆滿。我哋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協助業界同公眾遵守新嘅規定。直至目前為止，超過96%嘅危險品牌照已經完成更新，符合新嘅規管標準。新嘅規管制度同國際嘅標準接軌，可以進一步提升製造、運送、儲存、使用危險品嘅安全水平。此外，為咗配合去年香港夜繽紛同最近嘅18區夜都繽紛嘅活動，消防處制定咗相應嘅消防安全規定，並且採取靈活務實嘅方法，加快牌照申請嘅流程，令到處理嘅申請時間由原本嘅34個工作日大幅減至5個工作天，確保市民同遊客可以喺安全嘅環境體驗香港嘅活力。關於推行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方面，消防處正積極參考其他國家嘅經驗，釐定附屬法例、實務守則同埋專業操守指引等等，可望喺本屆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嘅草案。救護服務方面，隨住社會復常，去年嘅救護召喚大幅上升至816329宗，同2022年相比上升咗10.3%，其中緊急救護服務佔775,625宗，同2022年相比上升咗都係10.3%。過去一年一共有94.3%嘅緊急救護召喚可以喺12分鐘嘅目標召達時間裏面到場處理，比服務承諾高出1.8%。消防處努力提供高效、高質嘅緊急救護服務，同時亦協助市民喺消防同埋救護人員到場前自救，甚至係救人。我哋除咗提供吊牌指引外，亦會積極咁推行心肺復甦法，即係 CPR， 或者使用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嘅社會教育同埋推廣計劃，以及給予各種支援，令到市民可以把握時機，協助拯救心臟驟停嘅患者嘅生命。去年6月，我哋結合咗社會各界嘅力量，籌組咗
救心同仁聯盟，目前已經有7萬名市民接受咗 CPR、AED 嘅訓練，成為救心同仁。此外，全港目前大約有2600部可以俾公眾睇得到、用得到嘅 AED 機。我哋將會同更多機構合作，將更多 AED 機嘅資料加入 AED 揾得到嘅網上資料平台。我哋相信透過各界嘅共同努力，可以更有效建立社區嘅安全網。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消防處肩負維護國家安全嘅重任。去年我哋成立咗國情及國安教育督導委員會，加強屬員喺國情同埋國安方面嘅教育，藉此增加佢哋對於國家嘅了解，並且培育更強嘅國家觀念，明白尊重國家法律同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我哋亦都會安排咗超過200名正喺消防同埋救護學院接受基礎訓練嘅學員去到廣州參加國情研習班，俾學員增加對國家發展嘅認識，以及培養愛國情操。我哋喺消防及救護學院設立國家安全教育暨資源中心，而家已經開放俾公眾參觀，裡面介紹咗國家憲法、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以及本處維護國家安全嘅方方面工作。我哋預計上半年會吸引到大約2萬名市民參觀。此外，我哋同香港理工大學以及黃大仙區嘅地區組織同學校合作，為學生提供中式步操同埋升旗訓練，並且協助佢哋為國慶嘅升旗儀式做好準備。喺推廣社區應急準備方面，我哋透過消防處社區聯動網絡，同18區防火委員會建立咗緊密嘅關係。咁樣我哋有助我哋喺動員到更加多嘅地區人士同埋力量，參與推行各項政策同埋措施，以及喺社區推動消防安全工作同應急準備教育。未來我哋繼續會加強與地區夥伴嘅合作關係，藉此優化地區嘅消防措施。與內地同埋海外嘅聯繫方面，消防處喺2023年恢復拓展與內地同埋海外嘅進一步交流合作。內地方面，我哋不時同內地嘅消防單位進行技術交流，又派員到粵港澳大灣區嘅其他城市參觀考察。粵港澳三地除咗合作舉辦緊急救援演練同埋研討會之外，亦都會共同建立大灣區消防救援平台，以網上平台嘅形式分享行動經驗、滅火救援策略同埋新嘅一啲消防同埋救護嘅課程等嘅資訊，加強區內互聯互通。早前我哋更成功舉辦香港院前救護技術挑戰賽暨論壇2024，吸引咗澳門同埋大灣區裏邊或者其他城市以及新加坡相關專業嘅代表參加，就院前救護服務進行咗深入嘅交流同埋分享。海外方面，我哋積極謀求與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同埋地區合作。去年我哋同新加坡民防部隊簽署咗合作備忘錄，以深化佢哋喺消防同埋救援服務等嘅領域嘅合作同埋交流。消防處將會繼續開拓與內地及海外同業嘅交流同埋合作，以提升我哋嘅專業水平同埋國際地位。喺青年發展方面，我哋一直致力青年發展嘅工作。目前消防及救護青年團嘅成員已經接近450人。喺2023年，我哋除咗為團員提供基本滅火、消防安全、救援訓練外，亦為佢哋安排咗交流活動，包括去到北京、南沙、佛山同埋廣州等地城市考察，了解國家最新嘅科技發展同埋歷史文化，擴闊視野。為咗俾更多青少年可以加入
我哋嘅青年團，消防處現正透過全港18區嘅防火委員會，將消防及救護青年團由過往以校本嘅模式擴展至地區嘅層面，由尖旺區、沙田區、南區、黃大仙區、荃灣區已經先後成立咗佢哋嘅消防青年團。我哋預期可以喺今年年內推廣至全港18區，都增至有800名消防及救護青年團。喺創科便民方面，消防處會持續引進新科技，以提升救援行動嘅效率。去年引入咗嘅先進設備包括電動快速應變電單車同機械狗，提升救護服務嘅效率同埋對核生化事故嘅能力。此外，我哋正同內地供應商合作研發一套室內定位設備。呢個設備有助消防人員追蹤待救者喺火場裏邊嘅位置，既可以縮短搜索時間，亦可以大大咁提升前線人員嘅安全。我哋又引入咗可以掛載喺無人機嘅手提電話定位儀，用於山嶺搜救。有咗呢個儀器，就算冇流動電話通訊網絡嘅覆蓋，都可以連接到目標人士嘅手提電話，可運用演算法縮小咗搜索範圍。去年10月，消防處出動咗無人機，並且利用咗人工智能分析嘅技術，成功救返一位失蹤咗多日嘅人士。此外，我哋亦即將推出一套用於山嶺搜救嘅流動應用程式，透過整合地圖、實時位置同埋建立數據庫嘅新功能，進一步提升山嶺拯救嘅行動效率。我哋亦繼續善用資訊科技，包括利用社交平台加強與公眾嘅互動。消防處嘅 Facebook 帳戶現時已經擁有超過26萬名追蹤者。覺得香港最可愛嘅就係香港嘅市民，因為過去我哋見到喺好多災難嘅事故裏邊咧，市民都出嚟支持我哋，令到我哋嘅同事更加全心全力咧去做救援。我係香港消防處處長楊恩。香港大埔雲福苑11月26號發生5級大火，直至11月27號晚10點，遇難人數至少75人。但係外界預估遇難人數遠超呢個數字，最大嘅質疑聲係呢場大火因何而起，而大家亦將焦點放喺工程使用劣質棚網造成，而呢場奪命大火再次睇到港人自救互助精神以及中共俾香港帶嚟大陸化嘅惡果。宏福苑5級火災係香港63年嚟最致命嘅火災。起火而從一棟住宅低層外牆開始，迅速向上蔓延，7棟高塔建築燒到通紅，濃煙遮天蔽日，火柱通天，居民尖叫逃生，仲有人從高樓陽台求救，猶如末日焚城景象。輿論質疑起火原因同使用不阻燃棚網有關，因為消防員滅火時發現大樓外牆嘅建築用料比合規材料更易燃而蔓延，火勢好似火龍一樣沿住牆體向上竄升，屬不尋常現象。初步勘測顯示，棚架網可能使用咗非阻燃塑料網或劣質物料，導致火勢失控。消防局高層證實，呢類材料喺高溫下迅速融化滴落，加速咗垂直蔓延。火災曝光之後，建築工程商人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今日27號凌晨發文，痛批宏福苑工程未使用阻燃棚網，直指呢個係導致火勢蔓延嘅元兇。佢點名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話佢一直拒絕處理棚網助燃問題，呼籲當局徹查。佢喺貼文中強調，建築物規例及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明確規定，只要棚架搭建喺有人使用嘅樓宇外，就必須使用經認證嘅阻燃棚網，防止火勢垂直蔓延。佢質疑宏福苑翻新工程涉嫌違規使用廉價非阻燃劣質網，為咗慳錢罔顧安全。佢話呢個唔係意外，
係人為災難。佢呼籲市民聯署，要求楊恩健引咎辭職。香港公權會亦要求港府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包括棚架護網係咪合規。美國常識學者方偉先生發帖話，喺過去1個半月內，香港3次棚架起火。香港嘅 App 70專業守則中，棚網文明規定要阻燃，但係有嗎？可能冇。為乜嘢呢？因為1有阻燃特性嘅棚網比冇阻燃功能嘅網要貴6至10倍，每平方米相差港幣20蚊，亦就係20萬平米嘅棚架網需要多花400萬港幣。2大陸有一類水性嘅阻燃劑，冇認證，亦冇消防處批准，可能屬致癌物，但係通常維修公司會用呢類神仙水，偷偷處理被測試部位嚟蒙混過關。3據講，香港消防局官員已經收到10封投訴警告信，但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一直拒絕處理棚網問題。方偉話，施工方係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呢家公司喺另一個地方，香港島東區炮台山嘅傅家閣亦正在搭棚。通告上都係簡體字，寫到樣本名稱、密木式安全立網，生產同委託單位係山東神旭化纖繩網有限公司，測試中心係山東濱州市檢驗檢測中心。有網友拋出香港大火2家涉事中國公司，中國山東濱州實驗室檢測認證嘅棚架保護網有問題，本應係防火材料，認證成咗助燃嘅尼龍網。網友挖出呢家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係有行賄前科嘅公司，勾結民建聯圍標各種工程，仲有香港市民哭訴，港府救助根本唔及時。雖然香港警方話3名火災嫌疑人被捕，但係防護網追責嘅輿情並冇降溫。呢個背後有冇官商勾結招標？有冇用劣質材料蒙混過關檢測？有冇施工方用大陸唔專業嘅草台班子？香港消防處處長楊恩健早就接到棚架保護網唔合格嘅舉報，為乜嘢一直唔作為？係咪同建築方利益勾結啦？應該嚴查。而家黨媒炒作，捉假意言係在推卸責任。10幾年前央視北配樓大火，燒咗45億，據報就係時任某常委嘅仔轉包嘅工程，因為分裝唔勻，而晚上點起紅紅大火。而呢次香港大火係咪亦涉及權貴分裝唔勻？而家香港市民都在等答案。香港人最終能夠追查出火災真相嗎？有港民大量拍攝，多處樓宇開始在拆除外部嘅尼龍網。